全書總結，讓財富找到你。有溫度的經濟學是一部以普通人如何在動盪時代把握財富機遇為核心的經濟學通俗讀物。作者溫義飛，以視頻內容為母體，經過2年多的延展與修訂，將原本分散的思考匯編成書，旨在用盡良通俗的語言，把宏觀、產業與個人理財串聯成一條可感知、可操作的認知鏈條。1. 寫作初衷與方法論。作者自述知識的傳播存在巨大斷層，因此決定跳脫傳統循序漸進的學術路徑，以好奇心為驅動，用常識和簡單數據去顛覆常見誤解。他將自己2年多的寫作視為一次探索之旅，每篇文章都從海量研報中捕捉興趣點，再輔以論文、數據與訪談提煉結論。這種鬆散又系統的寫作方式，使全書篇章相對獨立，卻共同指向一個主題，讓經濟學回歸生活現場。2. 全書結構與核心觀點。1. 宏觀篇，面對全球經濟的大水漫灌與潛在危機，作者提醒普通人保持警惕，理解量化寬鬆背後的資本邏輯，以及無限延期問題最終由普通人埋單的機制。2. 區域篇，聚焦中國正處於轉型期的區域格局。作者提出完成的未來在哪裡的命題，指出完成若想在人口流動與產業外溢中找到定位，必須依託於都市圈或特色產業集群，否則將面臨持續的人口空心化與財政壓力。3. 產業篇，以集裝箱改變全球化、特斯拉加速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為例，揭示標準化與技術外溢對產業升級的決定性作用。作者同時提醒，科技越進步，規則越清晰的崗位越容易被替代，從電話客服到放射科醫生都難逃此劫。4. 民生篇，討論漲工資有竅門。作者主張，與其被動等待，不如主動提升與崗位需求匹配的技能。同時提出看見小趨勢、把握大機遇的思路，鼓勵普通人關注消費、健康、養老等領域的結構性機會。5. 地產篇，面對房價可以預測碼的疑問，作者指出影響房價的核心仍是供需與金融條件，而非市場情緒。關於房產稅，他認為遲早會來，關鍵在於持有成本上升對投資屬性的再平衡。6. 理財篇，作者將投資心態列為3句話口訣：不把理財當收入來源，不幻想暴富，若仍想暴富則去買基本消費型保險。他主張普通投資者應以長期資產配置為主，在經濟下行週期重點防禦而非激進進攻。3. 案例與論證，書中大量案例來自生產現場與市場一線。例如作者走訪工廠，與企業家交流，得出人事、經營、現金流是企業生死命門的判斷。猶如通過集裝箱標準化解釋全球化紅利，用無人駕駛受制於不守規則的人類說明技術與制度協同的重要性。這些案例讓抽象的經濟學邏輯具備了現場感，也幫助讀者理解理論實踐財富之間的傳導鏈條。4. 對普通人的啟示。1. 危機意識。貨幣超發時代，現金貶值與資產泡沫並存，儲蓄型居民需學會配置能對沖通脹的資產，而非單純依賴銀行存款。2. 技能升級。面對 AI 替代，與其追求萬能，不如深耕難以標準化的能力，如創造性溝通、複雜決策與情感交互。3. 資產配置。理財應先求穩後求高，利用基金、核心地段房產和貴金屬等在周期波動中築底，而非將全部籌碼壓在單一股票或加密貨幣上。4. 趨勢視覺。作者反覆強調看見小趨勢，例如碳中和、遠域人口流動、醫療與汽車的產業洗牌，都是政策與技術雙重驅動下的長期機會，而非短期熱點。5. 總體評價。作為一部面向大眾的經濟學作品，讓財富找到你兼具案例深度與可讀性。作者以溫度而非艱深公式化解經濟學與日常生活的距離，讓讀者在故事與數據中學會用經濟學眼光審視宏觀變局與個人抉擇。書中既有對全球金融與產業邏輯的系統梳理，也有對普通工資、理財與房產的現實建議，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與操作價值的財富通關秘籍。結語：在快速變動的時代，財富不再只屬於專業金融人士，它更關乎每個人對趨勢的洞察與行動。
作者用2年多的寫作證明，只要保持好奇心，用常識思考，並在宏觀與微觀之間建立聯繫，普通人也能讓財富找到你。應用篇。在讀完《讓財富找到你》後，最大的收穫不是多知道幾個經濟學名詞，而是把書中的6大板塊轉化成日常可執行的行動清單。1. 宏觀，把貨幣超發當常駐鄰居。作者提醒我們，量化寬鬆讓資本市場的資產價格與實體經濟開始錯位，普通人要先學會防跌而非求漲。落實到操作。第一，主動降低現金倉位，把閒置資金配置到能對沖通脹的資產。第二，關注央行政策窗口，一旦出現加息或縮表信號，及時收縮高槓桿。第三，把外幣資產當作減震器，但不做過度投機。2. 區域，完成人口流向決定機會版圖。書中提出，完成若想在都市圈或特色產業集群之外，將面臨持續的人口空心化。對個人而言，這意味着擇業或投資前要先看遠域與核心城市的功能分工。如果所在縣城沒有明確的產業定位，最好把職業和資產佈局放在1至2小時通勤圈內的主城區。若當地正打造承接產業，則可關注基礎設施和消費相關行業。3. 產業，最標準化加技術外溢2條線。作者以集裝箱和特斯拉為例，說明標準化降低全球交易成本，技術外溢重塑產業鏈，個人可從2方面受益。其一，選擇消費電子、光伏、新能源汽車等正在全球擴張的行業做長期配置。其二，避免停留在誰家產品更好的判斷，而要跟蹤誰家技術能大規模複製，成本持續下降。4. 民生，漲工資的竅門是技能升級。書中直言，科技越進步，規則越清晰的崗位越容易被替代。與其等待企業調薪，不如把時間與金錢投入到2項稀缺能力：一是跨學科的複合型技能，如數據分析加財務；二是難以標準化的情感交互與複雜決策能力。5. 地產，先算成本，再看位置。關於房價，作者給出的關鍵詞是供需加金融條件，而非市場情緒。真正想買房的人，應把持有成本物業、維修、空置與金融條件利率、限購放在第一位。若持有成本高於租金回報，就不要亂賺權益屬性。若所在城市人口持續淨流出，應謹慎加槓桿。6. 理財，3句話口訣管住手。不把理財當收入來源，不幻想暴富。若仍想暴富，則去買基本消費型保險。落實到賬戶，可這樣操作：第一，把流動資金與長期資金分離；第二，採用指數基金做核心資產，用定投方式替代擇時；第三，用期權或黃金做尾部風險保護，而不是擅壓住某一熱門題材。7. 案例落地，用小倉位實驗驗證觀點。作者在書中示範了走訪工廠、跟蹤產業鏈的做法。讀者可以縮小版實踐，選擇一隻自己能理解的股票或基金，先用賬戶餘額的10%做實驗倉位，用半年時間記錄信息獲取與決策過程，再決定是否放大到長期資金。8. 週期復盤，每季度做1次資產體檢。書中強調看見小趨勢，把握大機遇。個人可把這一理念拆解為季度復盤，統計大類資產收益，檢查行業景氣度，對比宏觀假設。若發現假設失效，及時調整倉位。當把宏觀、區域、產業、民生、地產、理財6條主線串成閉環，書中的理論就不再是紙面功夫，而成為一張可執行的財富行動圖。堅持下去，你會發現財富並非追得來，而是被一步步規劃、一次次復盤累積來的。金句篇：不能上市就沒法融資，老闆就沒法致富。高科技產業的老闆必須為國暴富，一定要跟自己和解，然後一起去對抗世界，這是成功的唯一辦法。當你個人資產在100萬元以內，就不值得研究投資，不如想辦法漲工資。真正可怕的富二代是沒有能力卻很有上進心，天天到處搞金融理財的。他真正圖謀的既不是錢，也不是資產，而是有研發能力的科研團隊、經驗豐富的工程師和年輕的技術人員。
海明威說過，年輕時候在巴黎居住過，那麼此後無論你到哪裏，巴黎都將一直跟着你。儲蓄率高不能代表富裕，消費水平可能才代表真正意義上的富裕，而消費的公平才是社會真正的公平。經濟的背後是政治，政治的背後是歷史，歷史的背後是哲學，哲學的背後是人性。拿着5000元月薪，整天消磨時間，逆來順受，這不叫穩定。真正的穩定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不斷進步，隨時可以找到下家。賺錢的過程，表面上只是你的錢變多了，但其實更重要的是對自己管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人際關係和商業理論的積累。